没有新疆，中国版图好像有个窟窿，就不算完整了。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独特的地缘环境使其在清朝疆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一是新疆地理上的衔接性，新疆内接甘肃、青海，东南衔西藏，北连蒙古，是大西北的最外缘，成为清朝西部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衔接功能凸显，所谓居神州大陆之极，视若高屋建瓴。正是新疆连接中原与亚洲腹地，连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才使清朝疆域的完整性和一体性得以显现。二是安全上的平番作用，在准噶尔政权割据之时，新疆局势始终牵动青藏、内外蒙古和陕甘地区，甚至直接影响到北京的安全，对国家稳定影响极大。清朝对新疆的平番作用有着深厚的认识，所谓得之则足以平为中国，攻我藩篱，不得则关陇断其道，和黄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左宗棠回顾西北历史，曾深刻总结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疆域形势完整，敌人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顾，则蒙古不安，敌军自陕西、甘肃、山西各边时常侵犯，防不胜防。若是这样，中国北部关山将再无安宁之日。在平定准噶尔前，清朝不得不在漠北、漠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构建长达万里的驻防体系，国防压力巨大。而在吞并西域后，清朝仅在伊犁和乌鲁木齐驻防精兵，即可保西北疆域无恙。清朝平定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历程，就充分说明了新疆地区在安全上的战略意义。三是人文传统的一体性。准噶尔政权统治新疆时期，作为统治者的准噶尔蒙古与内外蒙古同为蒙古人，在族裔上是一体的，而藏传佛教的信仰又将西藏、新疆、蒙古高原连为一体，伊斯兰教则连通南疆与陕甘诸省。这种深厚的人文脉络注定新疆是清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从统治蒙古族群的地缘考量，还是黄教、伊斯兰教信仰等文化层面的考量，清朝必须确保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抖音